大家都知道，時間過得好快，今年已經係2026年啦。隨着社會高齡化，香港政府喺安老福利方面其實都不斷有做調整。喺我哋2026年最新嘅政策底下，長者生活津貼即係大家平時俗稱嘅長生津，金額已經加到每月4345蚊。呢個數目聽落去好似唔係咩天文數字，但對於一個已經退休冇固定收入嘅老人家嚟講，每個月有4000幾蚊袋落袋，兩夫妻加埋就有8690蚊，絕對係維持基本生活尊嚴，去飲下茶、買下菜嘅救命草。但是政府派錢從來都不是盲目咁派嘅，要拎呢筆長生津，首先你必須要年滿65歲，其次就係要通過資產同入息審查。今年2026年，單身人士嘅長生津資產上限係415000蚊，而夫婦就係63萬蚊。呢個資產上限對於喺香港打滾咗大半生嘅老人家嚟講，其實真係一個好尷尬嘅數字。你話佢少咩？又有幾十萬。你話佢多咩？喺香港地，分分鐘一場大病或者幫子女搞個婚禮就已經冇咗。所以好多剛剛過咗65歲或者準備申請長生津嘅老人家，一睇到自己銀行戶口多過呢個數，就會開始心動，周圍問朋友、問街坊，甚至上網睇所謂嘅教學，想盡辦法將資產變走，令自己可以合資格去申請。喺呢度，我必須要好嚴厲咁同大家講，有些所謂嘅財務安排，其實踩緊法律界線，甚至根本就係犯法。今日我就為大家整理咗3個申請長生津絕對唔可以做嘅財務安排，我會好詳細咁同大家拆解點解呢啲做法係錯嘅，政府又係點樣查得出，同埋萬一真係被當局查到，到底會有咩嚴重後果？大家記住，我哋呢條片全部內容都係環環相扣，你漏咗聽哪一部分，都隨時會出事。第一件絕對唔可以做嘅事，亦都係最多老人家會犯嘅錯誤，就是胡亂將名下嘅資產轉移給子女，甚至利用子女嘅戶口做一個秘密金庫。呢個情況真係非常普遍，好多老人家辛辛苦苦存咗幾十萬，甚至過百萬棺材本，一到65歲，想拎每個月4000幾蚊嘅長生津，就會諗：哎呀，我啲錢放在自己名下就超標啦。不如我把錢全部轉去我個仔或者女嘅銀行戶口，當係送給佢哋，又或者叫佢哋幫我暫時保管住，咁我個戶口就乾乾淨淨，咩錢都冇，就可以理直氣壯咁去社會福利署填表申請啦。各位老友，如果你有呢個想法，或者你曾經咁樣做過，你現在真係要聽清楚啦。社會福利署對於資產轉移係有非常嚴格嘅指引同審查機制。首先，如果你將筆錢轉給子女，而呢筆錢實際上仍然係由你控制，即係話你隨時可以叫個仔拎返出來，給你在生活上使用，或者呢筆錢根本就係你嘅，只是掛名喺子女戶口。咁喺法律上，呢筆錢依然屬於你嘅資產。當你在申請表上簽名，聲明自己資產冇超標嗰一刻，你已經干犯咗虛假聲明或者欺詐罪。有人可能會話：咁我個仔唔出聲，我唔出聲，政府點會知道啊？大家千萬唔好低估社會福利署嘅調查能力。喺2026年嘅今日，政府部門之間嘅數據互通已經比以前強大好多。當你提交申請嘅時候，社署會要求你提供過去幾個月甚至1年嘅銀行月結單。如果審批主任一看，發現你在申請前幾個月突然之間有一筆大額款項轉走咗，例如無端端轉咗30萬去第二個戶口，佢哋一定會追問到底。佢哋會要求你解釋呢筆錢去了哪裏，有咩用途。到時如果你回答我輸咗馬，我跌咗啊，我借咗給一個很久冇見嘅朋友啊，你猜社署班非常有經驗嘅調查員會唔會相信？如果佢哋覺得有可疑，佢哋絕對有權利要求你提供更多證明，甚至轉介給警方作進一步刑事調查。警方係可以向法庭申請手令，查閱你子女嘅銀行戶口記錄，一對比資金流向，真相就水落石出。仲有一個更殘酷嘅現實，就是防人之心不可無，就算是親生子女都係咁話。我哋聽過太多真實案例，老人家為了騙長生津，將畢生積蓄全部過戶到子女名下，點知個仔拎咗筆錢之後去炒股輸晒，或者個女結咗婚，將筆錢同老公買咗樓，最後反口唔認數，老人家連棺材本都冇埋，為了每個月4000多塊津貼，因小失大，搞到晚景淒涼，值得嗎？仲有些情況係聯名戶口，好多老人家以為和子女開聯名戶口，裏面的錢就一人一半，或者以為係子女入錢就不關自己事，錯啦。根據社署規定，聯名戶口內的存款，除非有充分嘅書面證明，證明存款數屬於另一方，否則通常會被視為聯名戶口持有人平均擁有，或者全數計算。
如果你隱瞞呢啲聯名戶口，一樣係等同瞞報資產，所以千萬唔好自作聰明，以為將錢搬來搬去就可以瞞天過海。緊接着我哋來講第二個絕對唔可以做嘅財務安排，呢個可以話係近年來最多人中招，亦都係風險最高嘅一個盲點，就是刻意隱瞞內地或者海外物業。香港人喜歡買磚頭保值，呢個係眾所周知嘅事。早10幾20年前，好多香港人趁住內地樓價未起飛，喺中山、珠海、東莞甚至深圳買咗些小單位或者退休屋，又或者有些人在英國、加拿大有物業。到了佢哋65歲返到香港想申請長生津嘅時候，佢哋往往會有一種僥倖心態，香港政府嘅電腦點會連到內地或者外國啊？我喺大陸有層樓收租啫，香港社署肯定查唔到。於是乎，佢哋喺填寫資產申報表嘅時候，就只是填報香港嘅資產，對內地或者海外嘅磚頭隻字不提。如果你喺2026年仲有呢種大香港主義，以為香港以外嘅嘢政府就管唔到嘅心態，咁你就真係大錯特錯啦。各位觀眾，時代唔同啦，隨住大灣區深度融合，內地和香港政府部門之間嘅溝通和合作已經去到一個前所未有咁緊密嘅程度。你以為社署真係沙眼嘅咩？其實社會福利署有一個專門嘅調查組，佢哋有各種合法的途徑去核實申請人在香港以外嘅資產。首先最直接嘅方法就是抽查，社署每年都會進行大量嘅隨機抽查，甚至會有針對性嘅深入調查。如果社署懷疑你有內地物業，佢哋可以透過既定機制向內地相關部門查詢你嘅不動產登記記錄。喺現在內地嘅不動產登記系統全面聯網之下，只要輸入你嘅回鄉證號碼或者內地身份證號碼，你在全國邊個省市有多少層樓，幾秒鐘就清清楚楚顯示出來，完全無所遁形。另外，你每個月返大陸收租嘅那些租金收入，如果你經銀行匯返香港，或者你經常過關返內地，呢啲生活軌跡都可能成為調查嘅線索。仲有，大家唔好忘記一個好可怕嘅因素，就是篤背脊，即係被人舉報。好多老人家平時喺公園仔飲茶嘅時候，好喜歡認叻。我在鄉下有2層樓收租，每個月又喺香港拎4000多長生津，政府真係笨。你以為講下冇事？身邊隨時有些睇唔過眼嘅街坊，或者甚至是同你有牙齒印嘅親戚，一個匿名電話打去社署熱線，你就即刻成為重點調查對象。一旦被發現隱瞞內地或者海外物業，後果係災難級嘅，因為物業嘅價值通常都好高，一層內地樓平地都幾十萬，甚至過百萬人民幣，一計落你嘅資產度，絕對係嚴重超標。社署不單止會即時停發你嘅長生津，仲會計算由你開始領取津貼嗰一天起，總共多領咗多少錢，然後要求你一筆過全數歸還。如果你喺過去10年都在隱瞞呢筆數，隨時高達幾十萬。最慘嘅係隱瞞海外或內地資產，很明顯係一個有預謀嘅欺騙行為，警方很大機會介入，控告你欺詐罪。為了貪圖每個月4000幾蚊，最後搞到要買一層大陸樓去賠錢給政府，仲要面對坐牢嘅風險，真係划算嗎？最後我哋來講第3個絕對唔可以做，而且係最多人因為無知或疏忽而誤墮法網嘅財務安排，就是忽視或隱瞞保險產品嘅現金價值同年金入息。香港人很有保險意識，好多老人家年輕時都買下唔少儲蓄、人壽保險、分紅保單或近年好流行嘅退休年金計劃。到65歲申請長生津時，好多老人家嘅認知仲停留在資產就是銀行戶口嘅現金同股票呢個層次。佢哋心諗，保險係留給子女嘅身故賠償，或是每個月派給我做生活費，點會算係資產啊？於是佢哋理所當然咁冇喺申請表上申報自己買下嘅保險產品。喺呢度我真係要花點時間同大家詳細拆解。社署對於保險同年金係有非常清晰，但又經常被人誤解嘅計法。首先講儲蓄人壽保險，如果你買嘅保單係有現金價值或紅利，即係話，如果你現在去保險公司退保，保險公司會退返一筆錢給你的。呢筆現金價值和累積紅利喺社署嘅眼中就是實實在在嘅資產。大家記住係睇退保價值，唔係睇身故賠償額。有些老人家供咗20-30年嘅儲蓄保險，裏面累積嘅現金價值隨時高達幾十萬。如果你唔報，又被社署抽查到保險公司嘅記錄，你就等於隱瞞了幾十萬資產。接住我哋講講近年好多長者買嘅年金，例如香港年金計劃，即係大家叫開嘅公共年金，或者私營市場嘅延期年金。年金嘅玩法係你給一筆過嘅本金，然後每個月派錢給你。好多人以為買咗年金，筆本金冇咗就能過資產審查，冇錯，
政府為了鼓勵市民將積蓄轉化為穩定收入，的確豁免了公共年金以及部分符合資格嘅私營年金嘅現金價值同退保價值計算入資產。即係話你拎100萬去買公共年金，呢100萬就不算係你嘅資產。但是大家千萬要聽清楚呢個但是，豁免咗資產唔代表豁免咗入息。年金每個月派給你的錢，例如每個月派5000蚊給你，呢5000蚊喺社署嘅定義裏面係徹徹底底嘅每月入息。2026年單身人士嘅入息限額係每個月10900蚊。如果老人家有強積金、長俸，又有兼職人工，再加上年金每個月派嘅幾千蚊，好容易就會超過10900蚊嘅入息上限。有些老人家覺得保險公司嘅單政府點查？錯啦！如果社署要求你提供資產證明，或者抽查你銀行戶口，發現你每個月固定有一筆來自某某保險公司嘅轉賬，或者你銀行戶口無端端扣咗一大筆錢去保險公司，社署就會要求你交出整份保單去審核。如果發現你有未申報嘅保險現金價值，或者未申報嘅年金入息，輕則要求你重新計算，退還多領款項；重則因為你在聲明書上講大話，同樣要面對法律制裁。所以處理保險產品絕對唔可以靠估，或者自己覺得唔算就唔報，唔清楚嘅一定要拎份保單去問社署職員或者專業社工，千萬唔好隱瞞。好啦，剛才我哋詳細拆解咗3個絕對唔應做嘅財務安排。第一係胡亂轉移資產給子女當冇事；第二係刻意隱瞞內地或海外物業；第三係忽視保險單嘅現金價值同年金入息。現在我要同大家深入探討一下，到底做咗呢啲唔應做嘅行為，會咩有實質可怕嘅後果？我希望用最真實嘅情況去敲醒那些仍抱着僥倖心態嘅朋友。當社會福利署透過數據對比、抽查或者接獲舉報，發現你嘅資產或者入息超標，而你之前一直係聲稱自己冇超標，第一時間社署會即刻凍結你嘅長生津發放，即係話你下個月開始就冇咗4000幾蚊收入。但呢個只是噩夢嘅開始。接住，社署會向你發出一封信，信裏面會詳細列明佢哋查到你在哪段期間有多少隱瞞咗嘅資產或者入息，然後社署會追溯返嚟，由哪天開始因為瞞報而唔合資格領取長生津。假設你65歲開始拎到70歲才被查出你在東莞有層樓一直冇報，即係你違規拎咗足足5年嘅津貼，5年即係60個月，每個月當4000蚊計，你就總共多領咗政府24萬。社署會發出正式嘅追討多領款項通知書，要求你在指定限期內一筆過連本帶利，有時會加計行政費或利息，視乎情況退還給政府。你想想，一個70歲嘅老人家無端端要去邊度拎20多萬出來還給政府，就算叫子女幫忙還，子女都會怨聲載道，甚至搞到家無寧日。如果你以為還咗錢就冇事，咁你就大錯特錯啦。社會福利署係一個執法嚴格嘅政府部門，對於涉及詐騙公共財政資源嘅行為，佢哋絕對唔會姑息。根據過往無數嘅法庭新聞同實際案例，如果社署認為申請人係蓄意隱瞞，而不是單純嘅計錯數或無心之失，社署會將個案轉交給香港警務處進行刑事調查。警方接受之後，會以違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裏面嘅欺詐罪，或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對你作出拘捕同起訴。呢啲罪名絕對唔係講笑，而係實實在在嘅刑事罪行。一經法庭定罪，最高刑罰可以被判監禁14年。你冇聽錯，係最高14年。雖然對於老人家，法官可能會考慮到年紀大、身體狀況、無案底等求情因素，未必會判最高刑罰。但是為了幾千蚊津貼而搞到要上法庭坐被告席，留有刑事案底，甚至真的要坐幾個月監，呢個心理壓力和名譽掃地，對於一個辛苦大半生，本來應該安享晚年嘅老人家嚟講，簡直係毀滅性嘅打擊。我看過一些新聞，老人家上庭時嚇得飆冷汗，要拎拐杖，要坐輪椅，嗰種悔不最初嘅表情，真係見者心酸。更加值得一提嘅係，做子女嘅，如果你協助父母隱瞞資產，例如借戶口給父母過數用來走資，你亦都分分鐘會惹禍上身。喺法律上，你可能干犯咗協助及教唆欺詐，又或者如果你處理呢啲涉及犯罪得益嘅款項，還可能會觸犯更嚴重嘅洗黑錢罪名。所以大家千萬唔好以為幫父母避開審查，拎政府着數就係孝順。真正的孝順係應該幫父母把關，提醒佢哋遵守法律，唔好為了嗰少少眼前小利而擔驚受怕，晚節不保。講到呢度，我相信大家已經深深明白，政府嘅長生津雖然吸引，但一定要行正途去申請。
如果你真係辛苦咗一世，名下有些積蓄，有層樓收租，其實你應該感到慶幸，因為你已經有能力去應付自己嘅退休生活，不需要依賴政府嘅社會保障網。社會保障嘅原意係將有限嘅公帑用喺真正山窮水盡、三餐不繼嘅貧苦長者身上。我哋應該將資源留給真正有需要嘅人。如果你嘅資產真係只是超標少少，又想合法合規咁去管理財富，其實政府和坊間都有好多合法嘅理財方案。例如我剛才提到嘅公共年金，只要你將超標嘅現金買入符合資格嘅年金計劃，呢筆現金就可以唔計入資產。雖然每個月派嘅年金會計入息，但只要你嘅總入息冇超過10,900蚊，你依然可以光明正大、合法咁領取長生津，又可以每個月有多筆年金入息，雙管齊下，令退休生活更加豐裕。又或者，如果你係有自住物業但冇現金嘅長者，可以考慮政府嘅安老按揭計劃，即係逆按揭，將層樓按給銀行每個月拎生活費，而逆按揭拎到嘅每月款項，喺申請長生津時係可以豁免計算為入息嘅。呢啲全部都係合法喺陽光底下可以做嘅財務安排。大家與其挖空心思去諗點樣欺騙政府，點樣轉移資產，不如好好利用政府提供嘅合法理財工具，重新規劃自己嘅退休藍圖。多謝大家花咁長時間收睇，祝大家身體健康。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拜拜。